谢熊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的，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，请讲你砸上去哦，加油加油！哦，嘛今日介绍2队的来宾，我是明星来哦，我叫叶萌，嘿，我的队长贵大宝，大宝，你讲大宝啊是大宝啊吼，足厉害，伊派着新命去甲落山顶尾溜去，哦，迄山落来，哇，迄石头啊拢落来咧，嘿啊，佫翘倒摆啊。哦，迄真正是足危险，所以咧，阮伫迄集伫个山顶以外，除了讲咱甲这个任务完成以外，我嘛完成这张作品啊。这新名有保庇的啦，感谢。谢谢。是。这就是我即摆因为我的乐团合作台客电力公司，是。啊，这是阮的第3张的创作专辑啦。是。不过今日你带来，敢是你的迄落啊？哦，即摆咧，今仔日咱这个夜梦团队更较厉害，夜梦的过来啊，夜更较厉害。安怎讲？因为咧，咱夜梦团队今仔日吼，阮是伫咧咱全新的这个电视电影，是，咱的全新作品，这就是咱导演，咱请导演甲大家介绍一下。而且是咱公司第2代的哦，吼，新的作品哦，来咱的导演来，我先介绍一个，12月16号9点伫公司第2台，嘿。9点请准时收看哦。有够水哦，有够水哦。来，导演，你还未讲到你的名呢？叫什么？我不会讲台语。啊啦，蓝语可以啦。我叫静野。啊，咱内面是你讲啥会？哦。这个故事请张颖来介绍。来介绍。来，主演来介绍来来，请自我介绍。我叫做谢周颖。我伫内底演一个古籍修复。古籍，专门咧修理古籍的师傅。对。是。啊，我的角色是代表较少年人的部分。伊大部分是讲什么款的？其实咱这个夜梦的，咱主要伊的故事吼，就是讲一个古籍的修复团队内底，哦，咱去到一个新的这个案场啦。是。啊，但是咧，伫个案场遐煞有一个。差不多十几岁的囡仔，啊，无老爸无老母，啊，但是拢伫迄庙内底生活，啊，甲咱这个团队内底阮师，我是演大师兄，哦，原来嘛是演员啦，是阮大师兄伫遮啦，就是讲伫这过程当中发生所有的故事，其实是探讨咱家己心内底上脆弱的迄块，啊，就算讲咱拄着像夜梦这款的镜头也好，还是人生拄着困难的时阵。你犹原是还佫有希望。好，来，搁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丁俊，啊，大家拢叫我庙公，受惊八卦必唱诗，我拢会晓。啊，夜梦内底小朋友老师演的就是庙公，啊，今仔日我来代班。欢迎庙公呢。欢迎。好，来，搁杀入去。我叫林平，我是公司第1代的员工啊，夜梦最好看，啊，进来看哦。是欢迎您来哦，35000等您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我恁这边。哦，咱这边是新的戏对不？是，阮这新的戏。阮这边是新的节目。哦，新的节目来啊。是，咱这队叫做菜椒啊，欢迎咱队长，咱的阿林嘛。阿林要故事就摆，那个比出来啊，哈，是一定爱哦。自我介绍者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做谢迪林，吼，会使叫我迪林就好。啊，我是平湖人，吼，所以等下我讲台语小可平湖腔。无你的腔真好听，你有一个海口音吗？海口腔。今日咧带新的节目来啊。是什么节目咧？哦，这节目就叫做菜椒啊。菜椒啊。哦，来，我今麦就看到主持人的迄落啊牌子啊，吼，来，咱来问一下来。大家好。我叫看饭，我就是恁口中讲的台南人。台南人，我是台南人。台南腔嘛是真好听，小可重，小可重，可以啦。啊，就是较人讲的啊，讲咧受气的较歹听。来个杀入去，大家好，我叫做景凡，啊，我嘛是主持人，我其实无啥会晓讲台语啊，因为自细汉都阮兜就无讲台语，我是来这部训练着。嘿，好，欢迎你哦，来个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嘉，咱菜椒变，这节目会伫明年3月开始放送，大家来看哦。好，来个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怡文。阮菜椒啊，唔若写歌足困难，其实咧，就是咧
菜鸟咧飞的时阵，佮拄着风雨，阮迄个时阵风台来。哇，这带路的是较想要辛苦你啊，辛苦你啊！不过不要紧，是安那要知影因的艰苦伫倒位，咱今日带作品来啊！哦，今晚来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来。你敢不敢放手让我骑？你敢不敢让菜鸟帮你换？这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你不是普通的马。咱拢是囡仔的宝贝。赞！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国文老师罗公行罗老师，抱歉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行，台语真深刻，接讲就会有好成绩。哦，你定要接讲啦，恁若接讲，恁嘛会有好的成绩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初级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初级赛4字斗一字，会记哩哦。听我讲，车手答了后，咱紧的写完紧的试。吼，抢这个时间咯，手爱紧的紧哦，字爱写咱台语的正字哦，像阮这。细，嘿，啊这啥？面，嘿，细面嘛，吼，会记哩哦。好，来手跟我好哦，我要开始啊哦。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土、什么泥、什么蒜、什么来？是土、泥、蒜来。中到底什么字嘞？来，咱请手答，记得写。来，来，立土，入去。入来，立蒜，哦，做句，每次啊做句，来。顶后咱庙讲入土的迄天，伊所讲的话，我敢会当入耳。哦，要接到伊这个工作的这个新的人选，当时想入选，要找一个新的庙公入来咧。庙公真重要啦。歹势啦，叫我用这个。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入土就是人过身以后吼，甲伊带入去土内面啦。咱讲入土为安啦吼。入土为安。过来入泥吼，应该是讲入泥啦吼。迄个字啊读做泥，可能像咱木泥读做泥共款。即讲话听会入去啦。讲我讲话你拢听袂入泥，吼，因为我甲你讲话你拢唔甲我听咧。啊入来就是讲对外口行入来内面，安尼讲入来。啊入选就是讲像讲你若有一个作品要去参加什么比赛吼。是。啊你有入选啊无？哦，啊若有入选哦，可能就会得奖啊咧。不要紧，咱搁加油就好哦。好，第二题来啊，手跟我好哦，手要较紧的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港、什么销、什么机、什么钱咧？哦，港销机钱。嘿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哦，来，不要紧。来。牛姐，菜椒啊，来，先讲数开杠，开销，开机，开钱，哦，来做一个句的。做句。咱即马要来开钱。哦，是哦。你要开什么钱？今年的开销足大的，开销。
开讲。开机要轮什么人讲？开机，啊无你讲开机，开机就是地先讲开机来台开机。哦，地先讲来台开机啦。好，来个剩最后一个哦。开讲。我上介意甲大宝兄开讲。安尼哦。啊，你叫看出来乌轮娘哦。也刚我咧讲诶。好，来这里开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来分数。对了，9喏。来，咱就老师开始。这开讲就是甲人讲话啦吼，咱讲一定人伫遐咧开讲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这个开销啦吼，开销就用钱啦。哦，像因拄则讲开销足大的，啊讲你无管做啥物代志吼，生活拢需要有开销啦。吼，无开钱是袂当生活。是。啊，过来就是开机吼，就是开始创业啦，开始一个新的这个事业啦吼。啊，伊拄仔讲电信讲来咱台湾开机，啊嘛会使讲整个公司是对这个所在开机的。嘿，啊，过来开钱就是用钱啦吼，讲啊开钱较欠咧，吼，所以咱开销是袂当避免的，不过咱尽量爱开钱爱较欠咧，吼，安尼才袂讲开销伤过头去。好，来手讲好哦，听我讲请手答咱台当试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厝、什么饼、什么皮、什么风咧？厝、饼、皮、风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哦。先呼调，先呼调。来，厝、饼、皮、风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开始写，给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也不来，先看这边。来，大叔兄嘞吼，嘿，大叔兄来，碰啥？碰气、碰饼、碰风、碰皮。哦，来，咱做一句。这只碰气，碰气。想要去台南买碰饼，哦，听伊咧碰风，想讲伊咧已经碰皮，莫搁食。哎呦，碰了真好。来，这里碰，老师对唔对？伊讲了真好，可是伊写的字唔对。写了对唔对？来，好，嘛是碰，嘛是另外一个碰，是碰厝、碰饼、碰风、碰皮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哎，这字才是正确的。来，分数。终于得了第2分了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对啦吼，这碰气碰触吼，大家拢知影啦吼，这公园定来看到啦。啊，啥来叫做这名？因为伊买料吼，摸足济啊，足碰的，所以咱叫伊碰气碰触啦吼。过来碰饼，这因讲台南哦，这是台南的特产啦吼。我今年有去新华，台南的新华，还有一间店专门咧卖这种碰饼。啊，伊看起来足大，一个饼足大地，啊，其实足轻的足空，内面拢空心的啦。我敢若薄薄一层皮尔。啊，有的下面吼有一个特别的气味啦吼。啊，听讲因台南人有的做过来吼，会用这去煎这个鸡仔饼吼，用麻油去煎拿来食呢。吼，这是台南的特产啦吼。啊，过来碰风就是讲话。算足够讲袂出来，足够讲，其实无遐大，伊讲个遮大，就讲伊钓一尾鱼啊，遮大尾，伊讲我钓一尾鱼遮大尾啊，想过我碰风，吼，啊碰皮是咧讲人啦吼，啊，先做碰皮，尤其囡仔啦吼，鼓嘴啊，喊咧，咱讲看你做碰皮啊咧，哦。来先看分数，来看阮这边叶梦诶。叶梦即摆有1分，袂歹啊。嘿，啊来咱菜椒啊咧。菜椒即摆有2分咯。所以讲这5000块先放在倒位？哎，5000块放啊，咱菜椒这边，恭喜！不要紧，咱等下开市就搁踏起哩啊！加油！好，今日的第2回合抢答定歌机。抢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抢答定歌机。第2安怎讲？咱今日第2遍怎讲？哦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有一个外国来的朋友，即摆变台湾人啊，吼，叫做 Kevin 啊。嘿 ，Kevin。伊用镜头带咱来去看台湾，甚至是外岛，到四界拢去游览啊。但是伊当着袂晓讲，唔知影，就大家来问看下这台语安怎讲。咱今日甲分数摕起来就好加油哦！好，来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带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各位
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美丽这个来宾啊，我是第8岁啦 Kevin。今天是我来到平湖马公市笃行石村，听讲吼，以前而且有足侪台湾的足出名的歌星吼，拢住伫遮的，所以咱来看卖内底有啥物有趣味的题目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咱讲这个杂货店吼，我拄则有看到一个真趣味的物件，不过我唔知影这是到底是啥物，我来先来问头家一下。头家你好，你好，这是啥物啊？你甲我解说一下吼。这个是抽红包，抽红包哦，啊，所以这是安怎算的？这抽一个10块，抽到是折扣互你，唔是换现金。哦 ，OK， 安尼好，所以是投10块，投10块，按个伊嘛有可能抽一张安尼，抽一张，啊嘛有可能抽到民协会股哦，就是拢无哦。安尼哦，哦，安尼有风险哦，来，我来试看卖哦，来，安尼随便抽对唔对？嘿，凊彩拣一张。凊彩抽来，我抽一张来，一张。好，你甲我倒贴一个好不好？来，一张。好，来，咱准备看的是啥物哦？这还阁拆开哦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2张连做伙。是2张连做伙，来看卖哦。等，财神现金。哦，所以是无啊，这个民协会股的是无。哇，无要紧，真趣味，真好耍。好，安尼啊，我知影要来做啥物题目。请问抽红包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抽红包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抽红包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抽红包，抽，嘿，确定。抽红包，抽红包。来，抽红包，抽红包，确定哦。对，好来，老师抽红包对唔对？过年时囡仔上喜欢的物件，伊的台语是要安怎讲呢？抽红包哦。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三个。抽红包，来抽红包，抽红包，确定哦。对，好来，老师抽红包对唔对？歹势音无准。哎呀，即马知哦，是音的问题哦。吼，咱音爱较标准。来，对。你的机会。抽红包，抽，嘿，确定。抽红包。好，来，老师抽红包对唔对？安尼音就正确啦。来，我走。恭喜第6奖咯！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对咱一般是讲抽啦吼，是。当然，我所来讲溜啦，你讲溜嘛会使，抽嘛会使，咱是讲抽签啦吼，一般讲抽签啦。啊，你若讲迄个有另外一种讲啊，个溜口啊，会讲溜啦。溜口啊。抽签的时候讲抽签嘛，是讲溜口啊。啊，当然你若去庙里拜拜，拢讲抽签啦。抽签。啊，咱来讲要决定讲这个代志要什么人先做，咱讲溜口啊。大家来溜口啊来决定讲，这个物件要互啥，是讲什么人先开始。啊，像这红包吼，你讲抽红包、溜红包，应该拢不要紧啦。哦啊，但是伊拄则讲抽红包，这都唔是正确的讲法。是。所以爱抽红包才是正确的。不要紧，咱等下就开始啊。咱恭喜这边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第2位哦。是的。嘿，来，咱这边还未开始哦。一家。对，看你哦。好。啊，那咱平的，嘿平的，你会紧张无？就紧张啊！讲太困难啦，弄讲来的。因为伊是主持人啊。我嘛是大学才开始学台语的。是，就是伊嘛是迄大学才开始学。有，这甲主持人无关系，你看导演嘛是饲袂着啊。对啊，这手爱紧，啊知影咱就尽量讲。加油，台语就是爱尽量讲，敢讲就好啊哦。好，来手讲好哦，像讲请手台，咱就紧来试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来到平湖吼，除了食足侪海产了吼，你嘛还佫会当食一寡好食的点心，亲像这个就是平湖最有名的一个点心，叫做黑糖糕。啊，听讲吼，这间店吼，因做的实在是够好食的，所以我来试看卖哦。哇，我看到，食这黑糖糕好像是足 Q 的，啊足香的，啊无足甜的哦。哇，这配茶吼，真是够赞的哦。好，我来做题目，请问黑糖糕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 Kevin 食有，阮两个食无的黑糖糕台语安怎讲？是黑糖糕哦，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
阿嘎，秀秀完啦，来，阿嘎来，欧腾哥，乌藤哥，唔对，快点，欧腾哥啊，够想看来。哦，腾哥，我知有啥物？哦，唔对，给两哥，欧腾给两哥，三个字呢？冇啥话，欧腾饼，乌藤饼，啊，不要紧，选一个，欧腾哥，乌藤哥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乌藤哥？唔对，歹势，唔是安尼讲。哦，来安尼，牛安牛安阿平阿平阿平来啊！你安尼调起来，你表示讲你会晓，袂晓，无你拄系演对数。修情修意，我讲，你拄仔讲的迄拢袂唔对，所以讲你家己有机会啊，什么话？差一个，对对对。哦，藤啥话？饼。哦，什么？粿，欧腾粿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我问老师哦，来，老师，乌藤粿对唔对？安尼正确。好来分数。就一定就第二分哦，袂歹哦。对，这咱伫配哦，因这个足出名的物件啦，唔是讲咧这个咧做足一间咧做的啦。是。啊，会当讲做乌糖粿，咱一般台湾普通腔口是讲粿，但是你来讲乌糖粿，嘛使讲乌糖果，哦，这是看你的腔口啦。啊，这几个拢会使，但是你拄仔讲的什么饼啦、什么果啦、什么，迄拢袂当啦，因为无人安尼讲啦，所以咱一定爱讲乌糖粿、乌糖粿、乌糖果，安尼才是正确的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这边恭喜哦。今日开始哦，谢哦啦，好来，今日换人。好来，即摆放心的，就是咱的分数已经爱做起来。好来，手跟个连在顶面哦。听我讲，请手台湾带当试哦。好，加油哦，手要紧哦，开始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到独行石村家吼，你当看到足侪有足趣味的壁画，像我后壁这条就是吼，你看足古锥的一个壁画，有这个插古早味的这个单车对无？所以吼，这规家吼拢是足侪壁画的。所以我今摆要来出的题目就是壁画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这题最好谈的壁画台语安怎讲？嘿，壁画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中诶，饼画，哦，饼画哦，确定哦。唔使讲我记记啊。咱讲个老师听，来。饼画，饼画好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饼画哦，饼画正确。迄画伫壁的啦吼，所以就是壁画啦。是。啊，当然你若敢讲伊后壁画，你会讲伊伫咧做壁啦。是。哦，你讲壁做到乱糟糟，啊，不过伊这就是伊即马既然甲咱讲是壁画，咱都当做是正式咧画伫壁的图，咱家叫做壁画安尼写使。加油啦！不要紧，咱搁加油啊！哈，今日来换人。真正有影是真可惜，哦，因为啊，住家咧5题啊，若是真正咱去病学你就对啊咧，阮对啊，是不是？都无恁的分数啊咧？对啊，但是无要紧，赢的人是阮。嘿啊，对啊，所以讲你即马讲你真轻松啊，即马轻考咯，真轻考咯，真轻考。凉西啊凉西，买啊两个，对，买啊两个，买啊两个嘛，啊变开始啊这边，是。我是感觉吼，既然是回来甲故乡啦，无唔对，互你表现好啊啦。哦，啊唔过等下哦。万一伊若袂晓，迄就歹看。迄就伊的问题咯，迄就唔是咱的问题咯。这个问题袂使伤困难。因为拄啊，你感觉真正轻松啊。真轻松，因为迄乌糖粿是逐工拢咧食的物件。是乌糖粿。所以看到都有迄故乡的味，啊，迄乌糖粿的香味拢传来啊。系啊，听我讲，请手台湾带当试哦。好，来加油，来咱请出题。这边我做脚找到一个真趣味物件，你看卖，这个哦就是叫做捕魔网。捕魔网到底是摕来做啥物的呢？有一寡人吼，安尼若暗时咧困的时阵吼会眠梦，啊有一寡噩梦吼咧突然间咧啊一直叫，所以哦会当建议吼离房间内底会当挂一个捕梦网。请问捕梦网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捕梦网骗互人台语拢安怎讲呢？捕梦网哦，好来咱请手答。好来，第我自细汉到大汉无看过捕梦网，但是我又看卖，好来，梦
薄棒棒。薄棒棒，袂歹哦。我刚刚袂捌听呢，薄棒棒啊。薄棒棒。不要紧，你要试看卖无？好，试看卖。嘿，好来，老师是薄棒棒。我唔知。好，会使算。因为这个物件吼，唔是咱台湾原来话啦。伊讲伊伫平遥毋捌看过，伫台湾嘛无啦。这应该是对西洋传入来的物件啦。是。啊，咱即摆是华语界翻做这个捕梦网。啊，咱台湾人讲，其实无人知啦。哦。啊，你若照字念，就是伊拄则讲，伊个发音真正确啦吼。薄棒棒，薄棒棒，哦，就是薄棒棒。其实咱台语若较实际上就讲要甲抓起来，咱无咧讲薄，咱讲合啦。合。哦，就讲咱用棒啊去个物件合起来。所以若讲合棒棒，还是讲合棒符，伊其实咧敢若成符啊啦。哦。你讲合棒符，啊听起来会较成功，咱用台语的讲法。不过伊，你无参考的物件嘛吼，所以你正确的讲法是啥物？其实咱唔知啦吼。啊，伊若安尼照字讲，咱会当接受啦。不要紧，上尾啊一位啊哦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好，来，即马现主持是3甲1。对。咱手跟连个顶面咯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都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这号就是叫做加纳鱼。我知影吼，台湾人一般咧食加纳鱼的时阵，就是伫结婚的时阵才咧食加纳鱼。哇！这个肉食起来真正是足扎实的。来，好，我要来出题目。请问加纳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加拿鱼。加什么鱼？加拿鱼。加拿鱼，哎嘛袂歹听咧吼。加拿鱼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加拿鱼？咱台湾好食的鱼啊，前10名之一，伊的台语是咩怎讲咧？来，咱手跟连个顶面咯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都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刷落安尼，就是咱即卖的这道菜，这号就是叫做加纳鱼。我知影吼，台湾人一般咧食加纳鱼的时阵，就是伫结婚的时阵才咧食加纳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鱼啊较高级一点，所以我即卖来试看卖这个鱼啊的肉到底是有偌高级。放这边吗？哇！这个肉食起来真正是足扎实的。来到背后吼，一定会当食到足新鲜的海产。啊，伊这面顶会淋一寡姜丝啦、吼葱啊啦、是盐椒啦吼，食起来够有香的。好，我要来出题目。请问加纳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加纳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加纳鱼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有呢？有呢。敢若鱼呢？有呢。还在饲鱼啊？啊，唔过加纳鱼。念起来真好听。加拿鱼。加什么鱼？加拿鱼。加拿鱼，哎嘛袂歹听咧吼。加拿鱼确定哦。嘿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加拿鱼？这个。好，来1分钟。有天地的第2分哦。好，来，咱老师解释。嘿，这种鱼啊吼是足高贵的鱼啊啦。啊，过去拢伫海里咧，所以价钱足贵、足悬的。是。啊，即摆吼伫平湖有人咧饲啦，哦，伊饲伫海用围起来，哦，啊，所以饲伫网仔内面。啊，伊即摆安尼价钱就较袂遐贵啊。所以即摆加啦较无像古早遐尼贵啊。啊，但是同款好食啦吼，因为伊咧海平湖海水是较清气。啊，这鱼啊吼，讲加拉，看你是倒位的人啦吼。啊，这腔口不款，因为第8条就有几哪种讲法，拢会当。啊，伊拄则加一个鱼吼。就变到讲个下，伊讲加拿鱼，所以听起是完全拢正确的。所以虽然伊讲伊唔知影，可能应该是捌听过啦，家己袂记的尔啦。伊讲因兜饲鱼啊是无？无，是鱼温了猎苗，哦，你讲猎苗是鱼温啊，哎，安尼所以，哎，伊安尼讲是正确的啦。好，袂歹，即嘛3比2咯，来，咱请回来看一下分数。嘿，来，咱看咱这边叶王。叶王即嘛分数3哦。嘿，啊，
咱这边菜椒啊咧，菜椒嘛有2分哦。哦，所以讲，1万伫倒位？爱送互咱的野蒙。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这个回合哦，上刺激是啥回？你知吗？啥回？冰盘就厉害，因为奖金有2万块哦。咱即摆目前的情况就是讲吼，咱这边的野蒙1万块，1万块对不？嘿，啊那咱这边菜椒啊咧，5000块，5000块，袂歹哦。啊上紧的就是啥？定定拢是这5000块会变过来哦。嘿啊。所以讲咱来注意，因为咱这个答案就敢若3个，就 A、B、C 尔，是咱鸡卵袂当规个拢放喺哪内底。我们出题哦，来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物件若是真好食，食到足大声，咱会使用倒一个词来讲呢 ？A. 叫叫叫 ，B. 窸窣叫 ，C. 咻咻叫。哦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，来，今日讨论哦。物件好食，食到真大声哦。嘿，有把握哦。叫叫叫。这个风险拢甲窸窣叫，咻咻叫啊，咻咻叫，不是咻咻叫，咻咻叫，不是咻咻叫，咻咻叫。来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来，拢是 B5个 B 哦。好，来这边嘛是5个 B 哦。哦，咱来问一个，阮大宝的，是你是感觉是 B。啊，阮就讲拢窸叫嘛，食面。哦，哎，好食。用迄个音来读啊，就是窸窣叫安尼。哦，咱问一个，阮第2答。嘛是因为撞生词啊，窸窣叫啊，食面食饭食啊伤大声，阮阿母就讲，食物件窸窣叫，袂使。哦，伤大声啦，无礼貌安尼。其他的都毋是啊，叫叫叫，啊咻咻叫，拢因为这甲喙拢有关系嘛。是。A 甲 C 拢是有喙的哦，无定着。含这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佩奇哦，袂歹，来这边恭喜5条命留落，是的，这边嘛是菜椒嘛是5条命拢留落哦。好，来咱听老师来解释。来答案吼，窸窣叫就是像我食面啦、食汤啦，咱会有声音出来，迄个声咧讲窸窣叫，吼，食甲窸窣叫，啊表示好食啦吼。是。啊，你若像我头一叫叫叫的，是讲人咧讲话吼，可能无啥客气，啊听着无啥欢喜种声啦。外口人唔知你创啥，你叫叫叫。你讲的好，我讲，你莫伫咧叫叫叫。啊，咧咻咻叫是咧讲风声，还是讲人的声？外口嘛讲，外口咻咻叫是咧吵啥物？哦，还是讲风太来啊吼？外口呢，迄个风若透吼，咻咻叫安尼。所以干那这个是食物件的声音尔。是。咱继续来哦，今日拼奖金哦。是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野蒙正是讲人伫咧光线无好的所在吼，会看无。啊，你敢知影这种病咧台语安怎讲咧 ？A. 狗仔目 ，B. 羊仔目 ，C. 鸡仔目。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到底是狗啊、羊啊是鸡啦？好来，咱讨论名。吼，会记得唔知影，甲迄落啊红险喷开哦，嘿。好来，阿哥，啊是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请起答案。这边5个 C， 嘿，啊来，咱菜椒这边嘛5个 C， 嘿，来，咱来问一下，鸡仔目是因为迄鸡仔暗时看无，所以咱讲暗时看无叫做鸡仔目。啊来，咱这边我来问一下吼，较较问的，较问的你嘛是 C 呢？是，因为狗仔交鸡仔我拢试过。哦，啊羊仔无试过，啊头小可通啉一个，鸡仔甲我讲伊暗时看无，所以我就选鸡仔。好，来，拢是 C 哦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 C。跳5条命留咧，5条命拢留咧哦。好，来，咱
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这个鸡仔目其实有两个解说啦吼，一个就是讲暗时看袂到啦，因为咱人吼有的人身体欠维他命 A 吼，目睭就无好啦，所以咱爱加食一寡有维他命 A 的物件，目睭才会好。无你暗时看袂到，咱就讲你是鸡仔目。鸡仔目另外一个意思是讲，咱若定咧行路吼，脚会较结烂吼，定安尼会疼吼，迄嘛会使叫做鸡仔目。嘿，对，迄个叫做鸡仔目，这嘛叫做鸡仔目。另外两个答案吼，狗仔目是讲。会看到咱看袂到的物件。哎呦，哦，像咱有时讲暗时狗会靠狗犁有无？吹狗犁，哎，吹狗犁、靠狗犁哦，迄就是讲伊看到咱看袂到的物件啦。是。哦，尼羊仔目是咧讲啥？讲暗时咧困的时候，目睭无完全开起来。哦。安尼讲，这人哦，咧困的时候，目睭还佫无开起来，伊是羊仔目。哦。所以两个拢毋是答案，敢若这个鸡仔目就是暗时看袂到，这个才是咱要讲的这个代志。好，来两边拢真厚哦，即马拢5条命甲5条命。好，来请试后一题。咱继续哦。要真正拼输赢哦。小强来试后一题。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个煮食的动词是唔免用到火的？A. 煨 B. 刀 C. 烘。哦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爱听好清楚哦，动词哦。是唔免用到火哦，煨、刀、烘。好来，10秒尔哦，困难哦，到底是煨、刀还是烘？来不？4、3、2、1，来时间到，来咱请起答案。哎呦，来。我来问一下，看下有咧煮食啦。伫苗栗上有名，爱你姑姑食肠，伊做便当的。哎呦，爱你姑姑，望你食姑姑啦。这题阮的嘛。对。恁直接投降好啊啦。是，不要紧，我来听咧，将个你讲者。甲你做便当的经验讲者。因为 A 我感觉是用火，敢若去煨嘛。对。啊。C 就是烘有一寡菜叫烘肉，还是啥物嘛是爱用火，爱用吹还是啥。然后 B 我就较无听过。伊的煮法是啥物？哦，迄里有做刀。但是 A 甲 C 我拢有听过。是伊的煮法你较唔知影。对。所以因为咱较慢，较无你用这。对。是，来我问者，你捌食过做煮食无？晓煮无？看饭，是有在看饭啦，有在煮饭。看饭了后煮嘛，对吧？来，你选的是 C 嘛？你烘。我即马会后悔，因为我头仔是安尼想。你安怎想？煨交因讲的同款嘛，是煨糜嘛，煨糜嘛是会用到火。烘我一开始嘛是想到烘肉，毋过豆这个字，对，毋过豆这个字我就是无啥听过，我感觉伊可能就是咧共骗的，可能有火这个物件。所以我嘛是选烘安尼。哦，是。来，咱看一下哦 ，B 甲 C 苗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恭喜，5条命答对。来这边，剩1条命，来4个拢是先休困者，是失败。是失败。好，这个话哦，因拄则有讲啦，就是用。足细火，咱讲摆摆火啦吼，是摆摆。还是讲文文啊火吼，一束啊火吼，就去甲迄个物件煮好食啦。啊，你烘是甲伊看肉，哦，啊，咱会使烘鸡，嘛会使烘肉啦。啊，拢是有汤的啦吼。啊，迄嘛是爱用火啦。哦，因为你虽干那烘是讲伊甲看无肉，但是你无用火，迄个物件袂成嘛吼。啊，你讲刀这个物件吼，是干那讲伊裹粉尔啦。咱要油煎啊，是讲要落去汤内面的吼，咱会裹粉了。才落去做其他料理，是讲咱的迄个肉裹粉以后，落去用油煎，还是讲迄个蚵仔吼裹粉以后，落去滚汤，啊，拢会说讲先豆粉，啊豆粉是还未煮以前的动作，啊若落去整就变做汤啊，是讲迄就爱有火啊。不过伫豆这过程的当中哦，伊是无用到火，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答案。是，紧嘞哦，是后一题。变输赢，变输赢哦！1比5，咱加油哦！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种菜色因为伊的营养丰富，伫日本时代有林山的名咧？A. 红菜头 ，B. 山药 ，C. 番薯。
番薯就是咱古早拢知影讲，大家若生活较歹过食番薯，所以无可能讲有人参遐尼好嘛。对啊。山药伫咧日本，我感觉应该是较营养一寡。买红菜头，阮兜拢讲人参啦，应该是人参的日本话啦。哦。连日本时代有人参这个名的是倒一种菜色咧？进入10秒的时间，今日讨论哦。嘿，红菜头、山药也是番薯、番薯拢会当哦。是的。哦，林松、林松啊，林松拢会当。嘿，来个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风险今日稳开就好。来。哎呦。哦，这声无团结啦。哇。哦，真正无团结来咧。嘿啊，嘿，我讲一条呢，来 B A 这边是 A。哦，你选的是红菜头嘛？是你感觉是红菜头？对，因为我感觉吼，这个番薯啦，番薯就是咱古早拢知影讲，大家若生活较歹过食番薯，所以无可能讲有人参遐尼好嘛。对啊。啊，山药嘛真贵呢。对啊，我拄食就是山药甲红菜头这两项在拣。是。但是毕竟吼，菜鸟我做一个粗路人，上尾一条路我嘛是爱搁陪因一下。哦，该感觉 A 啦。对啦。有情有义啊。袂当这么无情啦。是。反正阮遮若赢，我会分到钱就好啊。好，来，我来问者，钟诶，你捌听过无？山药伫咧日本，我感觉应该是较营养一寡。但是红菜头伫咧客人内底讲，伊嘛是一个诚好的物件。是。哦，所以讲恁风险就是安尼甲分开就是上介意就这两个担唔得对。是，你讲阮庙公，阮食阮食素的啊。食菜啊。对，阮嘛是会选红菜头，你甲看伊形吧。拢是。我是讲拢食人参较侪啊，我咧感觉。哇，对。阮是真正的人参啊。嘿，真正食真正的人参啦。好，来，咱这边就是两个 A 甲 B， 啊3个 B， 吼。来，咱这边是 A。队长讲啥，我听队长的。队长，你又搁知啊？如果你搁唔对啊？因为我进前细汉的时阵，阿嬷咧买物件买红菜头，阮兜拢讲人参啦。红菜头讲人参啦，所以人参就是应该是人参的日本话啦。所以我确定，因为细汉的这个经验就是安尼。咱来看者，是 A 还是 B 咧？是啊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哎呦！来，咱麻烦3位比成绩群者是个失败。这个红菜头吼，日本话叫做人参啦。伫咱台湾嘛有一寡所在的人吼，甲红菜头就叫做人参啦。人参吼，伫日语啊，伊用汉字写，伊写出来就是人参这两字啦。所以日本人就因为其实吼，你甲这红菜头甲塑刀吼，甲心仔形足共款的。对，迄个人参吼还袂。塑大以前看起来，甲红菜头真共款啦，所以日本人就讲，这红菜头营养真好，形佫该，其实个叶啊嘛足共款的，甲人参的叶啊足共款的，所以日本人就甲红菜头叫做人参啦。因拄则有人讲选这山药，山药其实嘛会使做药啊，咱甲这个山药籽吼，切片以后甲塑大吼，你去中药房吼，迄叫做淮山啦。淮山，迄就是一种汉药啦。是。所以嘛会使做药，毋过伫遮若要讲。人参嘛，人参嘛，都是一定爱是这个红菜头，这是正确的答案。迄个都唔是答案，也唔是正确的答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真正要拼输赢。拼了。看分数就是拼输赢。是。来看咱这边，嘿，来。叶萌今嘛有2分。嘿，耶！太少啊咧。袂歹啊，嘛有1分。是，毋过正三点就是吼，咱来看2万块加一个啦。咱2万块，嘿，要放咧倒位咧？放咱叶萌这边啦，恭喜哦！你拄则有奖金无？有，拄则奖金是4万，所以他起即嘛是3万块。好，咱即摆今日小记，我来排。
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炸回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今哦！嘛抢到偌济奖金？哦，因今麦奖金有3万块。 3万块意思就是30秒哦。是。30秒要拼，敢拼会着？有淡薄啊，得。好得的。嘿嘿，咱个天一个，要变60秒安尼好无？来哦，来一个一个摆落去。请摆落。来，大哥第一个。我会甲你 Q， 请开始。导演，他讨论哦。来，请开始。有嘴讲别人，什么啦？有嘴讲家己好，进来过来，金苗啦，提神，金苗提神，来，上命无宝，食什么？来食啥？食什么？水，食无水，食肉，肉，食肉，食无水，唔对无，食什么水？有水，嘛唔是食水，应该阿温呐，上命无宝，食什么？食水无？食水饱无？食无水饱？食有多饱？食水无？无水，有啊无啦？什么无？食饱无？食水无？食水有呀无？有吧？食水都食什么话拢无？啥拢无？好，咱先来讲因上尾迄条哦，啥怎会袂过？因哦有一个字到上尾才开始用，能够用唔到位去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讲上命无宝，食水都无。讲你若要讲上命吼，要甲迄个来上命人讲一寡好话啦。爱好嘴。嘿，你若讲一寡好话，你先讲一寡伊欢喜听的代志。哦，啊伊感觉你讲了，互伊会欢喜。啊，你咧讲伊可能爱安怎去做，安尼伊才会欢喜，伊才会钱互你啦。是。啊，你若吼开始就甲伊讲啊，你这衰到底啊，你无希望啊，安尼伊可能活着就走啊。是。哦，所以咱讲上命无保，食水都无，所以三下是水都无。啊，其他因两句话吼无问题啦。我讲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讲有的人足够批评别人的。啊，其实家己嘛有遐错误，但是伊拢袂去讲家己，袂去反省讲我是毋是有遐错误。啊，另外一个是讲金庙起神吼，咱人有的时阵会去足远的所在拜拜啦，去求神。但是你若厝边有一间庙吼，啊，你逐工伫遐咧出入吼，你无感觉有啥物要紧，所以你有时一寡垃圾物件嘛，等去遐庙的遐去。所以来讲吼，你进庙起神，就讲甲你相活的人，还是讲甲你相活的物件，你会无感觉要紧，袂去重视伊啦。哦，咱就用即句话讲金庙起神。好，啊，毋过咱无奖金，咱嘛是爱来宣传呐，来去颁奖。加者爱心安尼啦。是，不过吼，拄则吼，咱拢无去算到迄个俗语我来。对啊，来。真可惜对不对？不过我甲恁讲哦，免紧张。阮哦有免费的哦，嘿，阮有 app 哦，你若去甲迄落啊试落去哦，你写全家有地位甲试落去登录落来了后，你甲看，阮内面嘛有一个俗语我来排每一季的游戏拢有。嘿，来，咱即马咱拄啊试过啊嘛，紧张刺激。注意哦，开始哦，请试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来，点下有名声，下讲有啥好？哇，来，给。好小不安怎？0，不是0，啊，正确过来，大白啥物看无着？犀牛，哦，正确过来，王丽，龙高红，哦，正确过来，喝啥物？喝啥物？喝航路，喝港路，喝，你也跳啊，进来啊，时间到。你甲看有刺激无？不要紧，你甲登录咧，伫厝诶，豆仔算，嘿啦，佮厝内底人算嘛会当，嘿，练习了，通个报名来参加，佮3万5摕倒转去哦。嘿啦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辛苦的国文老师罗恭行罗老师都来咯，谢谢老师，专家有地位，到顶变了语，嘿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哦，再会，谢谢，谢谢，回再过来，赞。
谢谢。赞，欢迎，下回再过来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